晒抽空台茶来吗？笑，好朋友，笑，哇！比赛妹妹后朋友，不是嘞，今天是学员跟理事长之间的对战哦。如果赢的话，下一届理事长。这不是我讲的，求你来搞黑哦。配水饺要喝的那个嘿，水饺要喝什么？酸辣汤，笑，恭喜你当选下一届理事长。母子连心，该是提某问题，去踢去走的嘞，对啊就可以连任理事长。我的理事长保卫战。对，加油加油！大香果的皮好烤的，试看看吗？我就等你这一句话等好久，好热。哎，听到从管天平用呢。做乜嘅头壳素、彩酥洗了煎碧锅，因为盖着它的不会干掉。或者敷面膜也可以啊。对，棉被是比较简单啦。只有等下用崩的啊。这个不够了，这个太少，真的，这个太少了。应该可以的。哎，不可能去我那边偷酒吧？点十面需要9个。就讲你的条件也可以。讲个边啊？妈妈有急哦，妈妈很急哦。跟主持人长得一样漂亮，真的。哇，现场就有啦。哦，那我要问我爸爸一下。好了，先看有没有赢啊这一场。隔壁邻汉以后，抢尊品雅给强欢老快乐。往台中客庄的美食列车，出发了哟！庆！哇，真係呢，因為呢，隔壁啲客真見我準備好些咯。哎呦今年嘅水茶列餐呢，是對台中先生特別一路試到台北來了呀。真勁哦，罕有哦，記得係呢個老朋友咧 VIP 訂機咧哦。冇唔錯，嗰時候呢家的已經係10分了解我來比賽，用嘅來養比賽，而且就在我們這一組，謝謝。哎，咱出嚟片咪唔會吵，我啷講，記得做功課吼，10年前是可以去準備咧，這是我講的。好啦，我要先來分享到你嘅評審先生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謝林師傅。謝林好，來謝林。再個分享到係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邊個好？沙丁來分享到鳳翠嘅潛水咋，今年應該係佢第5年來咯。哎呦，嘅係來自台中先生，媽媽同賴叫下來分享到一必年老賴俊佑大哥分享。歡迎，又見面咯，我看到誒，越來越後生。好啦，到底選買東西長得保持係後生哦。這先生嘅空氣。嘿，還有快樂，好，把強倆嘴強用係類似推動欣賞，佢哋係表姊妹哦，佢哋係鄭秀菊、林碧玲。歡迎，Hello，大家好。哇！見本年嘅師奶坐強台茶來嗎？笑，同一班列車。笑，好朋友。笑，哇！等一下比賽妹妹後朋友，不是嘞，有火藥味，有火藥味。帶電路來呢？要強咪個？乜年頭先票係嘛？冇啦。行好，特別來都帶電路。唉，好，因為佢真係厲害，一下呢專業已經係台中石港嘅特別嘅客家美食協會嘅理事長啊！哇，理事長好，理事長。比年紀搞祖傳沒有20年呢。差不多。哦，年薪萬元喲。下手輕一點哦。味道很好啊。哦，是誇獎，是誇獎。米頭當我啦，沒有米頭當我，就是像講，好食吧？你們高粱啦，其實嗰個糯米雞還有我嗆出嚟哈，非常清甜的甘露梨，甘露梨係一種品種係嗎？嘿，係一種品種。都哇，好吃的，那單場款嘅水分是凍豆誒。嘿，冬甜麼？哦，我給你3分。甜到我是水呢，有蠻甜哦，而且好脆哦，對不會綿綿那種。對對。但是為什麼佢哋會帶水梨來？係因為係有那些阿姐佢喺度農會做嘅切水果嘅套路。我們是在東勢農會切廠。那剛好學到嘅甘露水梨是哪一個季節的呢？東勢。剛好這個時間，係剛好這個時間，因為剛開始每一個季節都有唔同那個梨兒啊。嘿，
梁父雅这也是客家美食促进协会的一个伙人会员，哦，会员。今天是学员跟理事长之间的对战哦。如果赢的话，下一届理事长。感动。这不是我讲的，全部人来讲的哦，全部人来讲的哦。是啦，省级节目效果。还是要同一班列车回去啊！等一下不要载我们了。好啦，大家神奇好感。可以啦。马上呢，先暖身一下，先来进行 PK 赛喽。向前变看啊！这一关会用神奇的方式来考验两嘴料理的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的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夫家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今日要來 PK 賽咯，我第一關講乜嘅咧？就是民主最後高嘅群英勇辦公。冇問題。其實我又發現到你見到見秀了，我熟練了，動分就會感覺圓滑了，因為網絡上會。有討論嗎？就是這是民主嗎？不要，對，所以等下又形容。對啊，避免人設有公關。對，所以等下吼，梁主就慢慢講，向用係3分鐘嘅時間嚟限時，恁等來講吼，然後看3分鐘地陪讀哪一組講嘅題目答對數量最多，是做得第多幾分？冇問題啦，哈，冇問題哦。好啦，冇問題啦，冇問題。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們先。哈，你們歷史總該你先來哦。沒有啦，我們理事長要禮讓會員吶。我們是下一屆理事長嘞。哦，冷水，莎搶球杯。等下呢，藍水已經抽聽畢業啦，哈，熟能生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冇問題哦。慢慢來，沒關係。確定哦，我覺得我比較沒有失電呢。對，世界越快，心越慢。好，準備好嗎？冇問題。哦，準備好嘞。好，馬上搶開始。幾多加時3架，公煙。你要的台中青有名的啊。辦的那個我們辦的活動，那個是什麼活動？用誰呢？剛好打嘛該。等辦節。秋。他幾題？2個字。夏天喝的2個字。辣椒、啤酒。秋。下一題。嘿，茶皮講的。2個字。茶皮。嘿，剛剛講的那個2個字，那個。新丁版。我們配。辣椒、啤酒。那個用肉做的那個烤肉的。香腸。秋。他幾題？嘿，南吉比帶來的那個。水梨。龍蓋。嘿，秋。他幾題？了解，幾多加時？了解字，嘿，做飯的那個了解字，做飯呢？嘿，糯米，要蒸，冬季啊，他幾題？他幾題？3加字，3加字。第一個字是什麼？水貓，水貓。第2個字，水，不是，吃水餃要吃的是什麼？對啦。黑椒。配水餃，配3個字，高麗菜，配水餃要喝的那個，配水餃要喝什麼？酸辣湯。秋，好吃呢。他幾題？2個字，早上要喝的豆漿、牛奶。秋，他幾題？你都加時。我們客家的2個字，現在我應該不知道。台中現在要吃的有葉子的那個粽子，有葉子的那個綠色的，要洗的再煮的那個，臭，苦苦的，它乾的要做橙子的，煮番薯滿意哦。對，下一題。嘿，我們上課有做那個 QQ 的那個做什麼 ？QQ 的那個 QQ 的麻吉雞吧，就這樣子捏板，這樣子三角筋，三角筋，好臭，他幾題？幾多加時？那個夏天要喝的那個仙草。還比你姐盡力耶！哦，又厲害又厲害。厲害！恭喜你當選下一屆理事長。好，我們先站過來，提的時間哦，你兩沙調緊張嘞，改下題目當個講台中會辦的，強聲音的改講，看到嗎？沒有打新丁版啦，新丁版節啦。但是剛才呢，藍隊剛剛得到的係7題。哎呦，厲害！好，
双比哈。现在我们就攻守交换，风吹抢秋味喽。闭点记，你看有做到充电吗？要快速，要快速哈不。要慌乱，然后还要减少一个，不要一直讲那个，要讲重点。母子连心，该是题目问题。对啦而且你们最小7就走得嘞，对啊就可以连任理事长了。对，这是我的理事长保卫战。对，加油加油！来了，讲的那么重，压力有大喽。没问题，闭点记，哦，编起来了，别放了，编起来了还没准备好， 3、2、1，比赛开始。第六大师， 3+4，好，快点。火把动作该安尼我水草，没3+4啊，柳虫虫啊，哎，臭，柳树，第一个字是那个柳柳叶花，叶该安尼哦，柳，谁洗来东西哦，谁生的东西？谁洗来啊？哎，柳，养生的，柳叶，哎，温室，硬的嘛该，硬相反的嘛该，柳，他的讲很好，对。柳卵，啊，松松啊，哎，拱头嘞，海谁？他几题？哎，有他秋山嘛该，水饺。悠，对，下一题。几个字？你听到起来嘛该抹炸哦，干那干那母子默契。你听到你听到起来。第六大师，用大师，某你这边经过系统啊，买个炸，啊连没有连抹炸，好，那就是。哎，大师，臭，几个字？这种3+4，这种呢都要买个东西送你。好，太阳饼。臭，他几题？几个字？ 3+4，好，快点。他加点气，两难用的你也拼写呢。他干点戏嘛？两摇头，逆题目。臭，他几题？几个字2+4，去推火啊，推否哎，夏威夷。先凑。没香香啊，这个手上出来啊，演呢？演呢？哎，还有什么水果吗？没有，水果还是很多热度啊，是个加水。混呀哎。嘿，臭，他几题？几个字3+4，看拍摄来，它是虫虫吗？嘿，虫虫。苦瓜。没，水果。萝卜。哎，臭，快点，好。什么3个字？白萝卜。没，你是白萝卜。不是白萝卜。大萝卜。没，小萝卜。萝卜管。没，该萝卜烟拿钱拿。萝卜钱。哎，公斗嘞，排谁？你公斗嘞。可是它是钱不同个字吧？他想说拿钱给人。我讲讲算了，几个字？2个字。好。这上白讲，拿奖伊俺无酒个。牛肉。牛肚。民族完全。没啦，其他俺扫过那种煮火锅啊嘛个。豆皮。臭，他几题？我们再差一题而已，赶快几个字？他几题？2+4。30秒喽。等我时间嘛个，大概买了半先啊，无时间。一直没办法参与。仙草。大香果的皮是泡的，好酷哦！这是几轮不熟悉哦。去看看吗？好啊，我就等你这一句话，等好久，哇，好热。真的哦。哎，听到从管听平庸呢。做嘛个？头壳手、菜手起来煎饼锅。直觉还是说你底？因为盖着它的不会干掉。或者敷面膜也可以啊。对。棉被是比较简单的。2个字。好。这上白讲，拿奖伊俺无酒个。牛肉。牛肚。民族完全。没啦，其他俺扫过那种煮火锅啊嘛个。豆皮。臭，他几题？我们再差一题而已，赶快几个字？他几题2+4。30秒喽。等我时间嘛个，大概买了半先啊，无时间。一直没办法参与。仙草豆花。没啦，破坏啊，用破坏啦。吃了会坏破坏啦，对半秒啊。烤鸭。是你也是。炸鸡。又掉球。鸡排。臭，他几题？几个字？快点。 3个字。好，来继续。 8、7、快点。 6、太5、4。不要放水，快点了。下一题。你填啊，时间到。仙草。没，冇嘞。输了啊。好了，热天爱吃嘛个绿头汤。就这个汤啊。对啦，哎呦，那你们讲了很多母子之间长不了解事情。我第一次电话。平手。史上第一次平手7比7。
来，理事长我，们差一点点就连任了。看得出来台中人都是各分他刚才几乎都会讲你爱吃的，爱吃的你姐姐爱吃，哎，这个母子你连心。双拜没有带回去的，啊，我不爱吃的。跟出发点就系妈妈的爱啦，对不对？恭喜蓝水老风水各得到一份。好啦，这一局呢算是大家平手。哎，冇错。三个人呢就看一下阿斌师傅带人嘛个好料的，我来老太七甲分享喽。住处素卤菜。今日阿斌师傅带来好料的哦，唔过先老太七甲隔壁新沙列茶来给大家讲哦，等下有水塘测验哦，还有认真堂哦，有机会做得到一份哦哈。有机会连任理事长哦，哈。菜名系嘛该？百香酸甜虾，哇，你甜的时间。哎，这顺顺甜甜的，它有个哈贡的部分，里面有了炒虾冻台好木叶大哦。哎，台木叶，还有百香果，好，还有奇异果来配色的水果，让因风色让冲头。哦，所以按用烤起来系咩从沙拉控让？冇，要用剪的，哦哟要用剪的，要冲头先来切。我要给下工，系嘛下工啊？炒虾，炒虾，但是以炒虾来讲，它还算大班的耶，哎，比较大炒虾本来只。就比较大。哎炒虾本来是它台家，但是它的又特别台。特别的，因为你好是哈贡嘛，有年好是你懂下工哦。我，用你总的是哈贡的吗？张伯杰，好细了。太小的我不能吃，那这个有点小，你刚才不是说它比较小吗？太大，好入口。看到里下含底咧百香酸甜虾豆带系嘛个料理，还没从泰国的那种泰式的。诶，蚕豆但是你爱面摸辣的，哎，摸辣。哦，哎，提前被烤到用英用豆鹅去产泥嘞。那个毕竟我们这边全部都美食协会的，哎呀，加的哦。现在是有在监督哦。是不是有人教过去长泥还用哈贡的提几豆尖，还用赖出来时候嘞？用牙球个来做甜伊这个到赖出来。用就这样用。那炒虾本人好干净哦。哎，有饮食控制啊，他们。但是好像就是人工饲养的哈贡，本来是在下强里。哇，动台家的哈贡哎。动台木。台中本身南投一带不是有出产百香果吗？有哦。青油苗的哈。哎，玻璃讲。嗯。Tokeso 一般最简单的奉献啊，就会冲点蜂蜜。但是入菜的话要怎么入菜哦？我该用的顺序为重要。其实从啊，你讲做料理的些用锅边醋啊、蒜丝类角色、柠檬汁类角色，还有杯咖喱时候嘞。然后你发现师傅嘅哈贡哦，叫偷油溜蛋，透明又溜。那味道酱哦，有了酱啊，建议咧会好香。哇，这个大成本呢？嘿咯，一米一口100吧？蚕豆50 K 啦。对啊，哇，再加上师傅的巧夺天工，一只就要500-600了。这个因为伯谦真的不能吃太小只的虾，对，所以我待会要吃2只才够这。个对你来说，那一开场我们回播给你看好不好？啊，你刚才不是说这个以炒虾来说它算小的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大家有听到吗？这可以跟做盐焗虾也会很好，只是泡泡开的，像吃爆爆哦，对呀。一件哈贡和要这么按完美啊！哎，你怎么该不会赌猴呢？土豆多一只少一只赌中的。哎，啊，恰夫又告嘛给哈贡的料理吗？虾凤梨虾球，哎，还有那个3杯蜜虾子按3杯，你有吃过还有水煮葱爆，葱爆，对，铁板的好像也可以。铁板更好。最简单用反正水这个没有分国籍的，随便你怎么煮都可以啦。只要是新鲜就好。你高兴，你高兴怎么煮就怎么煮啊。最重要就爱下气。啊，吃啦。冻起用砂锅落得嘞，要渐渐的有柠檬虾、胡椒虾，遐全都西方的料理。那时候阿蒋呢，先意义讲，我要吃凤梨虾球，好啊，准备就把它剥壳嘛，啊那壳子把它揪团揪的哈，就米寿汤。哦，米酱汤，米酱汤，真好食。它感应的硬酱的精神，很香啊。跟还有溜起来啊，做在炒饺。对，但我当然头全部不能吃，台完全不能的虾头都给你。谢谢。现在课比较有钙哦。对啊，补钙。
变过来了哈。覆盖。它一只变哦。哎呦，大手呢。两是没归下变了，我3片啦。嘿呀，不要让碧莲姐失望呢。我为难去的，用归下变。等下两个只，讲一只，两个只。你贵家用变过来哈，下一届理事长你也可以有机会。理事长还最辛苦哎，对不对？你会现任的理事长呢？哦，新竹风厨师协会，但是没有人说新竹跟台中不能两者兼具哦。距离有点远哎。羡慕哈。他还不够忙，一只系重气，一只白气哦。好来，从头。我直接掉落去。比较甜系冇？不是天果哦。不是。甲创头系等下会合甜。奇异果嘅客家会大家会讲吗？好哩。好梨。healthy。啊，用讲奇异果吗？没有。没冇。healthy 会入菜吗？会。哦。水果入菜真的比較少見。其實南投每棟都用水果入菜。青豆。青豆。而且南投棟都用那個土雞素咯。土雞素，土雞素我加個水蜜桃沒有啊。哦。哎，甘露梨會入菜嗎？會。是的啦。對。對啦，做蝦鬆。哦，做蝦鬆。我去比賽得第1名，蝦鬆冠軍。哇！我睇下介紹一下，見面啊，喺冇打餸去食菜啊，而家不一定要吞一下，你係買嘅東西。這紫紫的，該不會是百香果吧？咁個皮哈，你個皮哈，皮起來甜甜的，該有煮過啦，可以煮過。紅酒，紅酒，係紅酒哦，紅酒煮過，紅酒。最主要係看該家東西係乜嘅？對，係啲蔥條嗎？該幾甜係蔥條？一種水果。對，應該是什麼果？你蔥條會滷啊吧？是不是紅龍果的皮？對啦，紅龍果有蔥條會滷啊，百香果啦，百香果的皮啦，係啦，百香果的皮一個烤體去，然後烤體地板弄溜出來，好，跟膜來去除掉一些滲進嘅變水，這個變水的這些讓它去煮咧，又嘅風酒啊、湯啊，冇去係煮。好酷哦！這食起來唔會澀澀哦。唔會，我試看看嗎？好啊，我就等你這一句話等好久。好，自家來。來，大家坐下來。我是槍槍魔。與你分享的快樂勝過獨自擁有。洋蔥啊，百香果的皮，哎，有梅啦，哈，有梅啦，好熱啊！真的哦。哎，聽到從管條形容呢。大家來分享。這有果膠。蠻大味的。你頭開手做的煮到很用心呢。皮哦，本來看那皮是挑的嘞。所以大部分人都丟掉。不能成挑的。好食嗎？好食哦。啊，我哋啊問題目了。好。做乜嘅？土雞素採收起來減屁股、改屁股。A. 保持水果的水分。B. 延長它賞味期的那個期限。C. 加速它成熟感。這樣機會浪啦。係嗎？好，風吹頭浪最前拍一下猜拳，爭取答題權。猜拳。那就中間兩位美女，來。剪刀石頭布。耶！宣布勝利連任。你幾個想法？應該是 C。偏屁疙瘩，改屁疙瘩，黑不多。碧玲姐，你都有在農會工作，對不對？所以碧玲你取到很 C， 應該凶的啦。你吃都會 C。好像有聽過，但是碧蓮姐跟俊佑哥呢，也沒有想，沒有想，直覺還是說你弟，因為蓋着它的不會乾掉。或者敷面膜也可以啊。對，棉被是比較簡單啦。好，我都在辛苦嘅答案係。答案係 C。耶！真嘅。做這罐百香果，用棉被捲頂啊，加聖木還加轉醬，轉下醬色，還有助於去除果實中的水分，讓味道更香甜，酸度也會減少。哦，啲屁股墊係吸嘅水分啊，那個吸起來。哦，果然都農會做嘢哦，厲害。哦，睇下不用到挑梅啊、湯啊、蚶啊，吼，不用下去，水果不用下去，每應該是撈嚟香果不用下去。哇，這真的是太漂亮的節目了哈！沒有，一聽懂後是。
都好看嘞。你天的时节哦，是了就最对味嘞。好，可以去一下，果香入味嘛。可以去一下梅头样嘅。那你这个红酒的 Tokeso， 等下配点是，因为甜嘛又酸嘛，系啊酸甜。那如果一起倒进去煨嘞？没做的，系啊。果然是理事长，哎呀，做出按奖的料理。真的很认为阿炳讲嘅讲的 Tokeso 的皮没走的哈，西瓜也可以，它这部分因为它的肉啊，好那切的肉丢然啊，扁头呀泡菜啊，咁感觉样嘅，就用该你嘅西瓜皮给挑出来，后来就放去，等到你样做的咧，哦，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咧，好样子做的咧，哇，冻酱呢，哦哟。下姑一听会懂论，该不会是要摆爱心吧？哇，很浪漫呢。哇，溜出来个烫水就会脱起所的酱。也喺讲到南头菜市有个头家手的料理比赛呀，动占的哦吼。海鲜跟头家手本来是动夹梅吼，改下挑梅迄咩就简单的染甜。染了汤了胡椒粉。哇，那个香气浓郁。真嘅。我看理事长现在深锁眉头，跟其实就讲哦，然后学起来带转去本台中的朋友来分享。所以咧酱啊淋上去。不可能剩下4只虾子给我一人独享。没有，你知道外面很多人没得吃饭。咧煮好甜掉，啊配点个酸酸的咧，好百香果咧梅头。这个风色係像蜂酒類嘅。蜂酒。冻酱哦。食香味都有诶。百香酸甜虾。按钮最后 C 咯。我们是有分那个亚伯到广黑吗？就姐不是大宋啦，你看哈，你是就是你为了漂亮是吗？对对，你很爱漂亮，不是爱漂亮，芋头不用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蛮好啦，先看下哎。碧莲姐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没有什么条件，喜欢就好了。所以如果是他干，摸又加分嘛？又加分。我没有说你哦。师傅做下出料理呢，真劲，动厉害，但抢用看呢就中奖你呢哈。哎呀，创台菜。来。好嫩哦。虾膏配上头开手啊哦。来到海岛的感觉哦。你天的时间是2只炒嘞。出来。我放下一个百香果很有酸甜，真好吃。你看，动轻松哈。啊，好来啊，我好起来。他们比赛时间就拿2头菜，不要本钱较重啦，抽啦，係啦，本錢較重。還有誠意啦，哈。好似都冇化工咧。係啦，用煎的，然後用餐湯來哦，整件完全冇重要的意思。用煎的個蝦香氣凍足，不卡起來慢慢做，把做按用來。哎呀，哇，真顏好食，真顏色有創意。各位觀眾朋友，睇下呢，要做來吃做困難吼，像按用料理呢，其實唔會困難。最主要呢係食材要齊，個發邊也創意。然後你剛剛講嘅百香果皮嗰樣，個講解一擺好冇？一撇，你睇那泡先把它泡開，那貴質嘅先泡開硬解先皮先來熟體以後切開來，該果醬來流來，那底部弄那個湯氣效果烤的，那切一塊，讓伊先浸變水，一體即用咧蜂酒啊，然後湯啊，然後水，然後梅係煮軟嚟做的咧。好多嘞，睇起來做好起來，然後啊，那天的時做嘅氣泡有果肉飲，也很棒哈。好，等下呢，審計到藍隊是領先1分哦，顧總你要繼續加油嘍！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出好菜，2嘴照定只聽嘅題目，第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
又到係家家最好彩嘅時間咯，線上嘅好朋友會帶來乜嘅秘密武器呢？當其他哦，先來看一下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咧？油葱酥，油葱酥，萬人做嘅，愛做嘅，厲害！當功夫用切咯，沒用搞嘅。哇，自家手工切咧。歷史中的媽媽哦，哎呦，佢做得教出準幼安優秀，你啲。對呀，也唔睇油葱酥啊，嗬，喺講一鋪嘅時間，每一線沙全部都強起來。有啫，自家做嘅油葱酥啊，嗬，帶來嘅料理啊，都乜嘢啊？偏心麵，偏心麵，哎，偏薄，偏薄，偏煮，偏煮，生意就係嘅，讚，厲害厲害厲害。他們等下開門做生意了。好，最背面一關要信心冇？要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落啦！稍等下咧，看下攬出條片帶來乜嘅秘密武器咧？鹹菜，鹹菜，嘿客家嘅蛇梅嘅哦，熱天當為做叫鹹菜。嘿這個鹹菜係你兩三馬莎做嘅，來阿姊自家做的，哦，秀菊姐做的。嘿，錯，那今天要哪裡啊？鹹菜，做嘅料理，跟菜名按到乜嘅？麵蟲鹹蒜條，哇，超好吃的料理。好，準備一罐哦，我變起來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兩歲都已經準備好晒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做。做得快熟了哦。做咧，厲害啊！落一片係邊屑，偏蟹，哎，錯，一面咁咩自家做嘅啊？你面沒有，沙港帶來嘅，嘿，哇，看一下，即將用薄片式的，那幫我偏蟹咯，沒幾團咯，哎呦，你要睇安尼打，安尼好，較快熟，安尼，哦，熟悉嘛，你頭牌還沒就走過勝利啊？乜個？有做過生意嗎？以前年輕的時有，候我。現在都賣這個啊，賣給客委會，賣給區公所啊，難怪。哇他們都要吃我的邊蟹啦，嗯，很香剛養。嘅係藍兔子嗎？呢，給你們了肉燥，肉燥，哦，自家做嘅，加做啊，啊，昨天老太個講係應該搞肉地步就幹嘛幹嘛？放蔥頭啊，放兩秘密武器啊，哦，所以你的秘密已經先藏進去了。哎呀，那煮湯的時間咪會參到誒，油葱。哎，錯，第一次你都係蔥頭啦，嗯，有看到。啊，你把膏肉搞會出，皮也搞會出，哦，肥瘦的比例應該有慢做。 6:3啦那就是2:1了。 ，2:1啦，就很快熟啊，等下滾就熟了。嗯，偏蟹本來就還夾熟，天氣不能開開說哈。而且現包的更快。按你樹董海哦，董樹按你開團來哦，哎，因為它也是客委會常指定的這個專門戶。麵呢，先弄去煮哦。哎，歷史中，那款應該麵還沒從拉麵那種，哦，那 Q 哎。哦，對，是比較 Q 一點。對。好了，可以。啊，小哦，哇，你知道嗎？點綴哦。這樣可以一碗啊，你一碗不用太多，又一碗麵，可是我們至少有8個人哦。多少人？豆包幾張，等下有去6、8、9。對呀，一人要2顆吧，哈。這樣你碗公會不會太少？你嘟嘟時剛來了，大碗都伺候。我們這邊最大這麼大，昨天嗎？是的。你家那結婚了。好，等下個都上來哦，哈。哦你鹹菜看起來凍，新鮮凍好看呢。香啊，怎麼個我去建做像玫瑰花香樣？你較香啊，哦，百事較香啊。今天要做這個鹹菜撈麵蔥，這個超好吃。唔錯，而且個麵蟲一定要有用手剝。呢啲擦擦嘅。啊，哎，你這個麵蔥會用手剝啊用？用手剝，係用手剝。用刀兒切的唔好看。沒口感嘛，較好。哦。你炒起來的那個口感不一樣。嘿啦。嘿。哦，我用白嘅。嘿，用白嘅，安尼較好食，嘿，冇香用啦，嘿。好加上小克子嘅鹹菜。鹹菜。我們秀菊姐的鹹菜啊，除了做啲幫麵蔥用下來做菜之外，還做啲做其他的料理嗎？是的啦，都用啊。鹹菜煮肚啊。哦。跟冇打上啊，跟冇做什麼？唔係，一直講。唔係是的，是的，啊唔是的，是的，是講。煮排骨湯。一出菜哦，算係安利，西本西炒底肚，都加上一些料，都加一些料。它加經典啦，而且記得要做嘅鹹蒜香嘅版本哦。
係叫鹹蒜天氣平旺哩。要出菜一聽雪玲姐懂好，鹹菜，可是是走在服用高率的部分哦，就是你有买建议吗？建议啦就好。現在在比賽哈，对，我們你要做，我們在等下等講啊。讲白话文就是又鹹又酸又甜啦。係，鹹蒜香本來就又鹹又酸又甜。英國加嘅百香果加你一些，对，哦，嘛是的咯，嘿，啊来較好食啦。我重点跟韩民众们就讲到，免冲一定会见到擦擦的哦。嘿，就我要不要先帮你热油？哦，安尼是的，鹹菜咩要炒到油哈，哦，你嘛別個，嘿，我们是有分那个亚伯到广黑吗？有分开来，哎啊，其實有時候这样口感不一样。就姐你是大宋啊，唔怕哈，你是就是你为了的，漂亮是吗？對對，你很爱漂亮哎。不是很漂亮，那個是不會啊，雪玲姐應該是贊成不要浪費吧。色香味啦，那個它看起來它不要葉子的意思是可能。嘿，好醬啦，對，較醬嘿，較醬，安尼蔥蔥啊，嘿啊，對，你安尼上誒上法。可是黑唔會留的嘛，啊，唔緊，就做比較，落去唔怕。嘿，先帮你热油哦。謝謝，謝謝，謝謝。好，等一下你給我多進來哈，好，加油是的，加油。可以了。係包好咧，啊落酒咧，面没差不多烫好嘞，你面还会继续烫是吗？这个还要继续烫。啊給他煮一下，哦，我想你等一下直接這樣倒落去就好嘞。咩，是咩？你湯冇落尿尿，你要嚟切切呢，你要就變是的，青銅湯你都嘛冇火嘛，有哦，芒棍聽聽，哎，波婆还甜呢，有点。確實沒火了，確實。確實沒火，給天啲的呀，甜呢，水太240啦，所以挑到240。那個是油還是水？那個水，孜然高湯啦，啊，變落來嘿，變落來，這夾東西啊呢，滾下就好咧，歸下就好誒。凍加啦，因為我那個有大泡沒有，冇鬼團啊，啊，現包得很快啦。剛有你要做料理，懂簡單又懂講誒哈。係啊，哇，食譜唔易困啊，它加香水哦。而且顏色很漂亮哎。對啊，我有東西。你破什麼東西？那內行就看到地個當腔，懂腔，當腔，給它懂板正，冇綿綿。哎，用切來，慢慢切，芋頭不用了嗎？没有，慢透啦，小蓋下嘿。你直接在節目上，我們收視率很高。可以。碧蓮姐，你有什麼條件？沒有什麼條件，習慣就好了。所以如果是他加摸有加分嘛？又加分，真的哈，加分，我沒有說你哦。熟了，熟嘅啊，哎熟的啊，你做生菜啊？懂結束，你啊講結束啦，佢泡泡嘅層。泡泡的呢，成那你呢，們講我加了家，等下，再等下，咁你咩熟嘅啊？咁有葱酥拿了，好，冇問題這個你加落去，等一下我切入加到同啲都係標一些呀哈。你不用夾呢，然後不要弄好冇，還香好係，好。我覺得走在圈服落去。冇，哦，可是你等下不是加到雙杯嗎？那就是有加料，講唔是加料，都它是做湯的啦哈。可是你要走灶也沒走的。燒就是抄手啊，紅油抄手。紅油抄手，哦，你自己也會做辣椒醬嗎？有一點會啊放在上面哎呦，辣油那個醬都會啊有，一點放在上面撒。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哦，哎，燙要切梅頭咧嘛？啊，燙嘛要切梅頭嘛。燙挑。哦，你試下嘿，好，去燙，太淡。干嘛該？加加胡椒。胡椒粉啊，，對啦，哦，辣辣的，先放，好嘞。攪拌，辣辣的。媽媽懂精準的，用目測就對啊哈。好啦，有冇問題啊哈？冇問題咧，冇問題，準批得獎嘅哈。準備快點了喲！攞啦，你看，民眾跟下次講啊，用煙。係，炒沙。真就擦擦嘅。呀，少等下用房嘅啊。這個不夠啦，這個太少，真的，這個太少了。應該可以的。哎，不可能去我那邊偷酒吧？扁食面需要酒吧？你就講你的條件也可以。講個邊啊？媽媽有急哦，媽媽很急哦。跟主持人長得一樣漂亮，這樣子。現場就有啦。哦，那我要問我爸爸一下。好了，先看有沒有贏啦這一場。
它，太糖，干嘛干？干鸭，胡椒粉啊，，对啦，哦，辣辣的，是吧？好嘞。搅拌，辣辣的。妈妈懂精准的，用目测就对啊哈。好啦，有冇问题啊哈？冇問題咧，冇問題，準批得獎嘅哈。準批快點了加油哦！落啦，你看，民眾嘅下就會講啊，用煙。哎，炒真嘅。多摘出來地白度啊，面窗就會跟台窗嘅煙料，所以它其實就是鹹水炒台窗。其实这个炒哈，我先批一下，以前是用猪皮的呀，嘿啦，凤梨木的炒猪肺的意猪思啊。皮嘛，处理呛力哈，嘿不湿过，嘿，啊，像是煸切薄片哈，像是煸的干干，啊，你中铺地皮哈，已经冇头卖猪皮，模拟去猪皮的，啊，结果发现我的面球是在阿里炒，替代个猪皮啊，你嘛啊气味冲关，那都好诶，傳統嘅米湯。對呀，基本西餐你不要比香香哈，因為大中小，中就好。這個是最小哦。還要做大，大了啦，現在要大。那我现在这个可以特大加5塊。哎，我现在这个冇头別鳳梨咪鹹到咯，要炒。炒過來咧，鳳梨要先俾我一炒冇師傅體驗冇。哎，鳳梨，等剛才炒。姐姐很厲害哎，這邊繼續保持滾一下硬擦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有配色。葱白，葱白，先葱白，一下水，還要酒咧，就等它，最後起鍋的時候嗆。嘿，酒等下用崩的啊。這個不夠了。哦，安尼哦，等它加粉酒是這個太少，真的，這個太少了。應該可以了。哎，不可能去我那邊偷酒吧？扁食面需要酒吧？這個應該關了。有一些會加。這個真的是需要高粱。我這個會太加，這樣2管就拿了。下一罐了，下一罐。要用到醬油，還有可以拿出來了哈。不要胡椒粉嗎？放好就是拿回來，你要記得。最大是胡200。椒粉呢？要胡椒粉嗎？好啦，冇問題嘅，家人哦，哎，你來多身咯。好，加油！哦，是的。現場馬上來多身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試試看那呀，新沙列茶帶過來嘅料理，乃做較佔到哦。前門起來嘅重賞故哩，壓箱寶，不走浮誇路線，對，樸實無華，不開米稀，大家看勢都乃出，不會丟出來。哎呦，家裡的味道就是要感動啊！錯。好啦，來先來生癌好唔好？簡單樸實無華的偏心麵。咬出來哦，痛挑緊血緊豆哦。香，你看干。香。偏心含 Q 含好食哦。那面真 Q 哦。非常 Q， 我管它加上拉面形容。君有係從細食呀牛米頭吃都開嗎？对是有蟲嘅米頭，有蟲熟嘅米頭係吧？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对对对对。媽媽，我不要貼啦。某年你講唔出 Q 干咩法，你就講你的條件也可以。對。哦，條件。對。講個片啊。媽媽有急哦，媽媽很急哦，就可以跟主持人長得一樣漂亮，這樣就。哇，那這個是那我們現場就有啦。哦，那我要問我爸爸一下。好啦，等一下實在下啲動一下啦，先看有沒有贏啊這一場。對。哦，兩位幾多幾多做怎麼辦？當好些，懂我些咯。係冇香用。我覺得重點那個油蟲啊，有葱味咁香，對啊，有阿婆的味道啊。真嘅。好吃。好，再過來是冷脆兩片嘅鹹菜。呀，嘅麵蟲已經要整到七七咯。哇，鹹筍甜，鹹菜要炒到。而且非常好食。哇！俺知道講幾多做已經非常好了，結果呢度，哎呦，更上一層樓。加上就係菜貼咪咪，咩傳統嘅泰菜有常時都變唔掉。鹹菜咬落去嘅時節，我們會試下嘛，啲斜斜酸甜都好食。成功，真嘅要成功啊！那秀菊姐咧？
好些，好是感有信心的。对啊，到底师傅用乜嚟结甜呢？稍稍来看了。紧张了，都带俩成绩不很用班，先来请各位师傅风水抢分数。4分，加上加下1分，总共系5分。好，好，现在蓝水紧张了，我有发现碧玲姐的呼吸声紧来紧抬，有紧张哦。来，一起来见证最后的成绩，来看一下蓝水得到几多分。强弱系4分，我加上下2分系6分。让嘞。灰色的部分系两组都系平分啦，哈。先来请师傅公平哈。凉水煮来当好食啦，哈，各有各解风味无共样。啊，风水呢，我做嘛分2分，偏是煮香落的，加皮偏香落的，哈。啊，米丝唔拉葱，啊加滴滴的，现在会建议你不用加啲葱段。葱末跟芹菜末放多一点点，你芹菜放太少了一点点，你有它的香气出来，加香米会很好。不过亚米是就懂妈妈的味道的啦。啊，蓝水呢，跟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，鹹酸甜就炒出来，加隻米絲，炒出懂好的啦。阿炳，面筋就算大落去个一家的个梅头啊，第一片茎也系讲。其实铺个葱油啊，我咧面的部分哈，差一点点应该铺出来个油，找个拎到油下去，莫得同面同一类时间啊，搅到个油，啊面该通啊冲下去，即很好有个香味会出来，啊面很酸甜，然后咧很脆啊，咧就所以来去炒出来，然后冻好时代又改变咧新的方式，因咧下其实你好少是咧。猪蹄咧，吼用咧面葱啊，我咧松板猪啊，吼每条牛啊咧就变法运动好些。两组都会做料理的部分呢，都得到评审的肯定哦，系强分呢。不过一下总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出来颁奖嘞！耶！新山列茶果然吼带来呀董事最菜啲嘅好米絲，成績已經出來，風吹得到5分，藍吹得到6分，先來恭喜藍吹咯！好，藍吹係禮拜嘅總冠軍，恭喜記得得到係3千塊嘅加菜機，恭喜！總冠軍哦！好，你風吹咩係十分厲害哦，你係100得到呀嘅紀念品哦，係呀嘅普魯士藍不粘雙鍋煮，獎啊！亮嘅哦，這樣就會盤得正有個規模嘅喎。大家下來訪問一下呢個碧玲姐，你來參加比賽啊，上天喜有咩感想？非常感謝我們理事長哈，今天帶我們來嘿，人生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。不行，人生正要開始另外一個。我是說在這裡是畫下一個句點，下次看還有沒有再有一個繼續，那就是逗點。對，不是句點是逗點。恭喜碧玲姐。謝謝。小菊姐，你來參加有咩感想呢？第一擺來天視台，感覺真歡喜，希望佢還有個機會來參加。好，冇問題，一定都是逗點。坦白砸過來，每一次都是逗點。感謝。碧玲先生哈，今日天視擺來咯。你係你嘅超級 VIP，對，係啊，大伯，看到你就輕佻，係啊，第一擺來參加嘅心得有乜冇強有冇？來睇下分享一下。今天很高興啊哈！你看青出於藍終於贏過我了，你看哦，那樣講啦，其實冇樣啦，只是答題剪刀石頭布比較強。料理係料理中環哦，係料理。哎呀，咪真翻譯啦，好了，以後再來。好啊，我們的榮幸，真的。好過來哦，謝謝。好，俊佑，問你咯，老太分享一下。好，就是觀看。我们今天来这边蛮开心的，因为第一次上电视台来这边录影，然后以后希望还有这个机会，我可以再带我们的协会的会员过来。謝謝。我們的榮幸啊，記得帶畢業同學來聊。因為呢，阿牛
一边做一边比赛，才會學到一樣成長的一樣，是嘛？好想你今日來自新沙嘅客家美食協比來啊，特別哦，歡迎全台灣各地各社團向下組團來報名哦。係啊，唔但像社團天天哦，要當到車夫呀，還有免術當過美酒哦，所以其實哦，今天就在老一家做準備一下成果發表會，向下來組團，感受一下現場嘅歡樂哦。冇唔錯，什麼你都來哦！一家之主呢，歡迎睇自家向下來報名，分享下沙琪地圖嘅好美食。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講多一點。